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8月21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8节，民数记15章32节到41节，希伯来书12章第3节到1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改变。改变的目的其实不是为着要处罚人啦吼。咱对圣经的记载来看，摩西伊开始着上帝改变的建立，但是呢，嘛因为以色列人遵守改变的程度、顺服的程度无够悬，所以上帝就吩咐摩西爱命令以色列人爱记得实行上帝所有的命令，来分别做成归乎上帝。民数记15章32节到41节的经文安尼记载：以色列人伫旷野时，有一个人伫安息日抾茶，遐会发现伊抾茶的人，甲伊带去摩西、亚伦甲全体会众遐。因甲伊关起来，还未确定要安怎办伊。上主对摩西讲，一定甲这个人处死。会众就伫营外用石头甲伊钉死。会众甲迄个人带去到伫营外用石头甲伊钉死，是照着上主对摩西的命令。上主命令摩西着吩咐以色列人，因着世世代代伫三间做手，搁伫手的顶面凹一条蓝色的幼带，这个手是互因看到会记得遵行上主的命令，才免得恁放纵家己的心甲目睭的欲望，直到恁对我不忠，安尼恁才会记得实行我所有的命令。分别做成归恁的上帝，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捌带恁出埃及地，要做恁的上帝，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为了要互以色列人会当来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因此制作像类似迄种律法祈祷的配件啦吼。并且加着济的腿每一种代表上帝的诫命，用安尼来提醒犹太人着爱接受上帝的诫命。希伯来书提到上帝忍受着人对伊的恶意，就是讲咱讲违背诫命的这种的背叛吼。将做上帝的儿女，就应该爱接受管教。若无接受管教，要安怎成做上帝儿女呢？这是希伯来书非常清楚的教导啦吼。希伯来书12章第3节到17节安尼教导，就详细像这个人的所做，恁才袂灰心失志。伊安怎忍受罪人对伊的恶逆？恁甲罪恶斗争也未抵抗到死的程度，恁减袂记得上帝苦劝恁，亲像地苦劝囝儿。伊讲：我的囝，毋通看轻主的管教，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，因为主管教伊所疼的人，鞭拍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。着忍受管教，上帝款待恁亲像囝儿，兼有囝儿无受着父母的管教。恁若无受所有的囝儿所受的管教，恁就是私生子，毋是真正的囝儿。受肉体的父母管教，咱拢尊重因，何况受灵性的被管教，咱兼无毋应该爱较愿意顺坦来得到活命吗？肉体的父母暂时顾照家己的意思管教，毋过上帝的管教是要互咱来得到利益，目的是要互咱有分伫伊的圣洁。
咱特别受管教，未感受到欢喜，反倒当忧伤。毋久经过管教锻炼了后，会结和平的果子，行做正直。所以恁这会骹酸手软的人，着坚强起来，着修得恁要行的路，才免互歹的骹突轮反倒当得到医好。着努力甲正人和睦，过圣洁的生活。若无人会当看见主。着谨慎，才免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，才免有毒草发起来，造成危害，致到真侪人受污染，才免有人淫乱，无敬畏上帝，亲像以色为着一顿食出卖。一顿食出卖大囝的名分，恁知后来伊爱得到祝福的时受拒绝。虽然伊流目屎恳求嘛无得到，因为伊找无机会通悔改。基督徒毋但爱来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嘛得爱努力甲人和睦来相处，这是上帝诫命的要求。伫生活中爱非常的谨慎，免得离开上帝的诫命。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8节，我的心神着称赞上主，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伊的性命。我的心神着称赞上主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好你一切的病。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，用慈悲甲仁爱做